我係提摩太團嘅卓 J， 我回來已經有4個多月啦。感恩呢，就係神賜俾我有呢個咁美好嘅環境俾我哋去聚會同埋去認識神。我係提摩太團嘅子傑啦，我返咗嚟教會已經1年4個月05日，最大嘅感恩就係識到一班好嘅弟兄姊妹，同埋認識到神啦。多謝神賜咗一個咁好嘅教會俾我哋可以繼續去相愛啦，去認識你，主就感謝你。我係希蘭啊，我由提摩太成立到而家都一路有返嘅，好感恩啦！今年我哋去到新嘅堂會啦。Hello， 我係芬芬，我喺提摩太都返咗3年幾4年啦。咁好感恩呢，見到教會遷堂啦，咁我都有份去經歷。願呢教會繼續去興旺，帶身邊嘅人去更加多人去相信耶穌啦。我係提摩太團嘅次榮，感謝神啦，賜俾我哋有呢個咁舒服嘅教會啦，可以讓我穩定咁樣返教會。我係提摩太團嘅毛仔，返咗嚟提摩太團年半，我感恩嘅事項就係咧可以認識到咁多弟兄姊妹。可以咁關心我，感恩呢可以俾我能夠信主得救。我係提摩太團嘅余達，我信咗主3年，好感恩返到嚟提摩太團，得著呢個信仰。我係提摩團嘅 Get 進。返咗嚟團契年半到啦，我感恩嘅就係識到一班朋友同埋一班導師。提摩太團嘅蘇福，返咗嚟2、3個月，感謝神俾我認識佢。我係 A 進，我返到嚟教會都有1個幾月㗎啦。雖然我對呢個教會認識都唔係好多，但係呢個教會令到我識咗好多個新朋友，明白到原來有一個咁無私嘅神喺度等待住我哋。大家好，我係提摩太團嘅影峰，亦都係團草。我返咗呢個團契3年啦，主佢改變咗我本身好內向嘅性格，令到我認識咗好多朋友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昌，我返咗嚟團契差唔多1年，咁我都好感謝神啊。基於我嘅生活圈子比較亂，雖然有好多唔平安嘅事情發生，當我同我嘅朋友面對好多嘢嘅時候，佢都有喺我哋身邊保守我哋。如果唔係呢，個後果可能都好嚴重下啦。咁感謝神啦，因為我睇咗張海報，佢話來這裏有平安，咁其實真係有平安。我係謝海，咁咧就感恩咧年中要揾工啊，咁揾工裏邊咧都好順利。同埋俾我回想翻我2年前揾工嘅時候咧，點樣經歷神嘅恩典，好得意嘅。我上年咧前年揾工咧係7月3號簽約嘅，今年係7月2號簽約嘅。神一路咧都教我好多等候嘅功課。我係文山，我應該係返咗團契3年嘅，感恩團契都多咗好多新朋友啦，而且呢啲新朋友咧都會定時返到嚟啦，都希望佢哋可以成為團契嘅一份子啦。我係葉仔，我返咗嚟團契咧已經5年。今年最感恩嘅事項就係團契嘅人數都係冇減弱，越嚟越多新朋友嚟返嚟團契，呢件係最感恩，同埋
自己最感恩就係出完嚟靈會都有 keep 住有靈修、有讀經、有祈禱。我係提摩太團嘅文達，我好感恩啊！好耐冇返到嚟，今日見到有好多新朋友啊！嗨，各位好啊！我係提摩太團嘅新團友小峰，咁好感恩啦！今年可以同佢哋一齊喺提摩太團聚會啦，咁見到佢哋好開心嘅，咁充滿歡樂嘅一個團契。我係溫慧賢，返咗提摩太團好耐，由成立到依家都仲喺度。感恩事項呢，就係見到弟兄姊妹都越嚟越有心去追求，同埋多咗好多新朋友嚟到團契裏邊，好感恩。同埋又有好多好嘅同工一齊去服侍，都更加感恩。咁我係提摩太團嘅導師何子喬。喺個團契裏邊咧，最開心係見到啲細路仔，唔係細路仔已經大個，你哋開始大個，一路去認識主耶穌啊！以前咧嚟到嘅時候咧，諗住玩嘅，而家就開始又曉得去靈修啊，曉得去話傳福音啊，咁佢哋一路成長嘅時候咧，係我嘅喜樂。